更较侪、更较新的新闻，请锁定暗时7点 AM 新闻。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陆委会鼓励民众去到中国进前呢，先爱到陆委会网站登录，也讲去到中国奉查拘留失踪的个案已经有82案咯。前环保署这环境督察总队总队长李建玉性侵被羁押，国防安全研究院前执行长李文忠胜诉成立。空桥国际学校10时举办脚踏车环岛成年礼，载起一台正向轿车撞入去，造成8人轻重伤，其中一个学生重伤昏迷，当日抢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寿光校区300名高一的学生，伫10时举办脚踏车的环岛成年礼，想袂到今早起10点外，经过彰化鼻头时阵，疏忽一台3指向的轿车撞落去，造成7个学生也有掉水驾驶在内，总共有8人轻重伤，其中上严重的学生昏迷指数3，目前也搁伫咧抢救。这位弄掉人的驾驶，伊是表示讲，因为捡物件才弄过去。自轮车队大电视经过这个路口，突然对向车道一台轿车越过中线往道边偏，无打动啊，直接正向冲撞自轮车队，学生互弄倒规片，现场一混乱。来自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寿光校区的高一学生，大约300人组成的自轮车队，当日进行自轮车环岛成年礼，22早起10点外，经过彰化鼻头江水路3段时，互正向的轿车弄到7名学生加掉水驾驶，有8人受伤送医。到这边才掉，那个前方的挡玻璃都破掉了，都被很严重啊！这水一直流好多哦，这好几滩哦。这学生分别送去3间病院，其中15岁干同学，因为迄当时位伫队伍头前，所以先受影响。送医迄当时意识无清，昏迷指数只有3分，目前也在抢救。到院时是意识昏迷的，那脸部有一些也比较严重的擦伤啦。目前就是还是在做一些紧急处置跟检查，后续会转入加护病房。台北102当时就嘉英地的学生，迄当时也伫车队中，虽然无受伤，也毋过看到车祸的经过，也有好朋友受伤，互伊真艰苦。这岁41岁姓肖的家属向警方表示，家己迄当时是要去德堂装冷气，只是无注意，就发生意外。捡物件啦！捡物件啊！你还未去警方遐报道哦？因为是咧警。今晚是路要去啊！驾驶相信犯嫌，本分局以准现行犯将他逮捕。那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中。亚岁家属受到轻伤，家己离开病院了后，目失联了后，警方甲伊出地联系，将伊依法逮捕。出代志原因也爱进一步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陆委会鼓励咱的民众要去中国进前呢，要先到这陆委会网站登录。透过这登录，若阵有出问题，政府才会当提供协助。陆委会主委邱水清今日表示，这民众去到中国地界去奉查拘留或者是失踪的个案，已经有82案咯。总统罗清德3月提出17项轻刑个案统战威胁策略，其中要求相关单位提高个人去中国旅游的风险意识。观光署发函予各大旅行社，请业者协助个人去陆委会网站动态登录。主委邱翠清强调，加受份登录，加受份保障。赴陆港澳登录系统都是鼓励性的由于我们国人赴陆港澳，特别是赴中国大陆不少人。家属来报案，那我们的个案已经多达82案。陆委会指出，中共在去年6月1日发布《听道自治条》，威胁民众旅游安全。政府马上在2日
将陆港河旅游警示提悬做监视。陆委会统计，2024年到今年3月30日，个人去中国4年有9人，做到留置办查13人，做到限制人身自由60人，总共82案。鼓励民众透过电路，和政府及时必要协助。同时，中国国务院发布扩大开放服务业155项试点措施，包含电信、医疗、金融、文化、旅游等，也支持广播台以所在当地开诊所。我们允许呢，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这些医师呢，在内地或者大陆呢短期的执业。现在统计呢，在国内短期执业的境外的医务人员大概有1500多人。不过，伫因外访文件伫温顺外商投资旅行社经营中国人民出境旅游的业务，所特别注明去台湾地区度过。学者分析，中国是不是先克制过去要去台湾旅游的团体，动机恐惊无单纯。是否都有必须要经过中国的一个中央本身的一个名单的审核，才可以到来台湾？搞不好都有一些这个刻意被派来台湾进行一个统战行动的一些间谍的作为。副翠正也强调，两岸观光一定要透过观光小两会沟通协商好才开放。若是由中国官方来控制，除了有统战记录，佮掺有对台湾用屠杀的经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政策当日紧张，国防部完成14天的汉光电脑兵推，要立即去铺设地带侵扰和全面作战阶段，将进行总检讨。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这届兵推佫较接近实战训练。另外，国防部有发公文予公庙要求定调空间放军事武器，调机关伫咧烦恼讲，若准这公庙放这武器呢，战争的时阵恐惊会防攻击。台海无平静，国防部22表示讲，侦查到中国军机11架次，其中9架次的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入去北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活动，加上中国军舰6架、公务船4架出现在台海，下报告6架公务船涉入台海。国军在完成14天电脑兵推了，就纳入铺设地带侵扰和全面作战的阶段。国防部长郭立雄在总检讨的时阵强调，这摆兵推是更较符合实战训练。我们用极端想定，在这个通信这个所有都中断的情况下，如何遂行去中心化直管，还有分区的直管，那这个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国军反制中国军队的威胁，真正是启动随备战操演。公庙当然当看到部队的进驻，有台中的民代烦恼，公庙若抗军火，正是恐惊变作攻击的目标。台中民政局证实讲有6间公庙互军方定调场地，有6家。但是这个我可不可以跟一座在这报告？我不确定。是那因为我想你如果一旦报告出来说不定那家庙就没有人敢去了。对啊，他到时候就可能被攻击。部队前推，不管是弹药屯储、后备屯储、人员的集结，那这些地点呢，都是依照我们战时的需求所需。票防委讲，弹药收藏的地点根据战时的需求，确保民众国家的安全。专家认讲，公庙适合来藏弹药物资，安好部队的训练，但是国军必须要加强和在地居民的沟通。你既然这个弹药库前推到沿岸的乡镇然后又借助邻里公庙，那会不会在战时引起对方的打击啊？那我们必须说，因为台湾的幅员说真的非常小那我们部队都已经动员起来了，然后你没有给他一个安全的处所说真的是说不过去了。另外，各组江南海巡号是照机场4月投入海上的测试，11月交南，到即马拢还未海试的消息。外界烦恼讲海试恐惊会跳票，对这票方会强调讲，在安全条件无到一定的标准进前，未凊彩做海试。记者综合报道。国防安全研究院逼出性骚扰的歹代，前执行长李文忠佫就带还简讯，甚至佫会性骚扰查某员工，而且进前的国防院副执行长韩光明涉嫌施压受害女性。这国防院经过2个月调查，顶礼拜评定2个人性骚扰和霸凌案件有成立，拢记2大个特质。不过，这李文忠伫咧代志逼出来进前就已经离开了，那韩光明伫咧委员会做出决议进前也已经离职了。每一季依照我们的相关的进度呢，来请专家学者来再加强教育。同时，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工作环境。这件事情呢，也让我们国防部得到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在未来来讲，任何的反映的事情呢，都必须要依法依程序。那当然，这一次我们也很快、很明确的来处理了。那我想在处理的方式，大家也知道结果。我想这个对未来来讲，我们也会在这方面加强我们的教育。
涉案的李文忠和公民拢已经请示逼方辉是强调，国防部事后会做检讨，要求国防院日后爱符合两性平权，加强教育。李文忠在今日透过文字声明来回应，伊讲伊正做一个当事人，也未接到正式通知，今日会当表示尊重，也去回实咧，讲真侪做过大官的人拢有该声援。前环保署这环境督察总队总队长李建玉涉嫌伫咧2022年、23年的时阵呢，利用这公务也个出差性侵害女性同仁学员，甚至也个外部抢上员工。监察院去年11月对环境部提出纠正，台中地检署1个月17日也认定伊罪嫌重大，已经该羁押禁见了。这位就是前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的总队长李建玉，平常时做工课看起来是真认真专业，不过所涉嫌对几6位女性性侵害，检方17个躯体，而且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涉犯刑法之强制性交、强制猥亵及利用权势猥亵等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必要。检方表示，李建玉涉嫌伫咧2022年到2023年之间，几6摆利用公务或者是出场的机会，甲几6位女性性侵害，包括同仁、训练班的学员，甚至是外部抢选的员工，拢是受害者。前立委陈昭华伫咧2023年7月嘛捌开记者会，批评环境部甲安护。监察院伫咧去年11月嘛对环境部提出纠正，认为处理了上凊彩，无通报专责单位，嘛无进一步查证。他可能超过3位啦，但是有3位的同仁，我不知道是谁，但是他们也很愿意这个来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也做了一个就行政流程的检讨，因为会发生这个事，一定是有在行政上面一定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周延的地方。环境部表示，目前已经有3位女性同仁受害，嘛已经提出告诉，除了提供法律协助，嘛会透过外部委员会来调查，强调绝对袂吞吞性侵。因那女权团体是表示，伫咧工课场常常因为权力无对等，所以袂少受害者拢唔敢提出协助。说这个行为人会做出这种行为，他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不会怎么样，或者是不会让人知道，就算让人知道了，也不会有人对我做出什么事情。女权团体认为，除了伫咧工课场爱提供相关的保障，若是女性真正拄到第一时间除了爱保护家己，嘛会记得收集证据，透过管道申诉来维护家己的权益。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昨台大病院外墙工程这用价放弃，本地病院表示讲无造成伤亡。不过路边所发现讲有一个1年义工去放地死。台北市劳检处也指出讲现场囤的物件伤过济、伤过重，且用价未砍折，已经要求停工路，也会处罚因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透早就伫台大病院施工外壁的廊道，有黄色的封锁线，禁止进入，都惊有物件搁落落来，共伤过路人也是车辆。因为2早起8点外，台大病院东至院区外壁规排用架突然倒去，除了扫到一台车辆受损，也造成一名49岁1年级义工死亡。被停工了，被停工，等待那个法官判决好不好？一切不对外说明。针对这件意外，承包商工地主任无愿意加讲。台北市劳检处初步检判，事故原因是堆放伤济物料，超过用价符合的限制，已经下令停工。后手会移请劳动局依法裁处，相关会当处30万的罚款。搁移送地检署侦办。台大病院也发声明强调，会专业配合劳检加检警调查，厘清责任归属。我们的契约是整个工程是包给一个公司嘛，那不管是台大医院或者是我们委办的这些公司，包括建筑师事务所，我们都会全力的协助配合调查。收纳迟来部分，我们当然是以罚锾的部分就会用最高法来罚，然后可能会把雇主啊。有涉及刑事部分的部分，我们会移送地检署。台大病院指出，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应变机制，佮提供安全动线，确保民众出入安全，全面检讨现有的施工监督甲安全流程，杜绝类似的事件佮发生。北市劳检处也强调，承办厂商爱提出防灾改善计划，提高复工计划书，经过现场查核通过了后，才会同意复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花莲岛溪乡的中正部落，最近出现一只台湾乌熊。这只乌熊呢，已经把这鸡啊，甚至是狗啊，食骨头食。相关单位成立一个巡守队要甲挡。而伊暗时呢，看到这乌熊当咧攻击狗啊，煞回头看向这巡守队队员，就甲伊开枪。想袂到这只乌熊受枪了后，伤势严重，兽医最后是甲伊人道处理。安尼花莲县政府也是要建议中央就要重视乌熊的问题，甚至要强化这通报机制，也要重新来研究相关的法律。巡守队入山找找台湾乌熊，伫一个山沟边发现伊影只，身躯中枪指暗过意识，紧急后上就医，因为伤势伤过重进行人道处理。黑熊要扑到那个工作人员，就是雄心大发，但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他们就开枪打下去了。打到的时候，他们不是要真的猎杀他。原来这只乌熊为10月开始就出现伫岛溪乡的中正部落，毋但食鸡啊，佮攻击居民饲的狗啊，已经食5只。相关单位强组巡守队来掠，而伊暗时佮看到乌熊咧食狗啊，佮熊活向巡守员就急之下开枪自保。那野生动物法如果在紧急状况之下，对于人民有生命财产安全疑虑的话，其实是可以进行处置的。但是，他事后要报备。抗食米甲酒来摆死去乌熊，根据阿妈郡可爱辩护，这只是4年前局管处野放的公熊，因为台湾乌熊是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除非紧急状况，安那无免凊彩伤害。我们跟熊本来是同等的，今天是类似你死还是我死的状况之下，那是不得已了。部落居民讲，长期以来甲乌熊相处模式是互相尊重。不过最近乌熊骚扰部落的情形愈来愈多，也好在地居民烦恼大安全。花莲县农业处也建议中央重视乌熊的问题。不管是育管处还是领管单位，能够将比较一个透明的资讯，让各个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协力，建立一个不管是通报的机制，或者是教导民众预防自身安全跟保护熊的一个之间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乌熊生态地甲病地愈来愈接近，有可能有人禽冲突的风险。兼顾动物保育甲大安全，避免同款的情形，都要细致思考。林管署表示，专案会做后续调查工作，作为未来处理的参考。不过，依然是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全中运的田径比赛，桃园杨梅高中的吴玉婷，昨日的高中男子组的101公尺下栏准决赛时阵呢，以13秒27的成绩打破大会含 U20的全国纪录。想袂到在今仔日决赛时，以13秒15的成绩，摕到伊个人伫咧高中的头一块金牌，也打破日本选手全国准届2018年呢，这13秒19的成绩，创造亚洲 U20的新纪录。第5跑道杨梅高中的吴玉婷，走不偌久就优回到对手的距离，一路领先冲线。13秒，再次突破自己的纪录。13秒15的好成绩，让吴玉婷摕这届全中运高中男子组110公尺跨栏决赛金牌，也会创造亚洲 U20新纪录，将日本名将高全准届2018年的纪录13秒19送入历史，惊人成绩让人家懊恼。有预想过想会跑到这个成绩啊，可是自己当下看到的时候，其实很振奋，蛮感动的。13秒27成绩冲线，吴玉婷先伫这2准决赛打破 U20全国纪录，而这决赛佫展现上好状态，佫创上好成绩。不过其实伊比赛前的状态无理想，后来测试的时阵，走出高中3年上歹成绩14秒，伫教练鼓励甲调整之下，才找回状态。前几个礼拜是一直在下那种重的课表，对，那你要去吃消这些课表，就是同时放松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就掉眼泪，我就说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我老师在这边，我会帮你调整回来。毕竟因为我训练的东西，我知道他的肌肉状况怎么样，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按部就班。冠金牌吴玉婷有拿出新大会甲亚洲 U20纪录，佫摕伊的高中生涯第1面金牌。伊一步也希望引起国家队，有机会也引起奥运。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2025年双北的世界壮年运动会，剩25天就要起鼓了。在去年，这台北市政府伫咧大巨蛋进行反恐维安和消防演练，搁再募集这选手专车和派人手车应对方案，希望提升防灾能力。卡帕玻璃准备要甲手工车的歹徒抓起来保护车顶的选手，这是台北市政府为着5月17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所进行的反恐演练。演练当中，有模拟拄着爆炸、火灾等等的状况，消防局出动救灾机器人、分推车出来救灾，替市中运的维安做好万全的准备。规划了公车挟持。以及大量伤病患的一个疏散，希望透过各局处的一个跨局处的整合，跟中央地方的通力合作，希望带来这个确保在5月17号开幕以后，整个活动这个安全。台北市政府表示，这届维安作业是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有类进步的警政署、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和社会局共同来参与，希望透过各部会合作，确保世壮运期间的安全。我们将迎来台湾史上最大规模、参赛人数最多的国际运动赛会，超越之前在高雄举办的世运，以及2017年台北举办的世大运。今年我们将迎来超过25000名世界各地选手。台北市政府表示，2009年的高雄世运拢总有3756个选手参加，2017年的世大运是11397名的选手参加，这届世壮运拢总有25000名的选手参加，是目前台湾上侪人参加的国际运动会。台北市政府希望透过这届维安工课，让世壮运会当圆满举行、圆满结束。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教宗彭济国别逝啊，引起关注。总统赖清德今日亲身去到梵蒂冈礼，外交部是强调会派官员担任特使参加教宗的丧礼。总统府也讲，若总有安排会来甲民众说明。进前派驻教廷的大使杜德生是认为，若准大总统有意愿去表达台湾的重视，会当稳定台湾和梵蒂冈关系。气氛庄严严肃，教宗方济各别逝，台北总主教公署举办弥撒甲追思的礼仪。咱国甲教廷已经有83年的邦谊，总统府甲行政院嘛降半旗2天，表达哀悼。上时各界嘛关注讲，总统赖清德敢是会亲身去梵蒂冈来念香。副总统，请问会率团前往教廷向教宗致哀吗？你会前往梵蒂冈？真的不知道，这要看总统怎么样的决定。我们努力目标当然是希望总统可以去啊。说总统是赖总统，现在是我们最优先的目标，所有请求都已经提出去了。那我们在前线的外交人员都在做这些努力啦。外交部强调讲，会派适当层级的官员来做特使参加教宗的丧礼。总统府嘛表示，若有相关的安排，会甲民众来说明。其实2005年，教宗就望保禄2世过身，蒋总统陈水扁就捌去梵蒂冈参加追思弥撒。2013年，方济各就职，蒋总统马英九嘛有去观礼。前驻教廷大使杜德生指出，因为咱国总统去拜访教廷已经有先例，罗总统若是有意愿要去，表达咱国的重视，百面会当互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如果赖总统愿意去的话，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就我对教廷的了解，所有的历任教宗里头，方济各教宗最积极的要改善跟大陆的关系，反而因为教宗方济各过世啊。会对于他们跟中共的对谈呢，会要延缓下来，因为新教宗上来以后啊，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对于我们跟教廷的关系呢，我在预见的将来，我觉得是稳定乐观的。圣若望、圣本笃、方济各这3个教宗，因为教宗本人的意志而产生梵中台三角关系的一些变化，所以未来的教宗人选出现以后啊，我们的估计会相对的合理。杜德生认为讲，选出新的教宗了后，教廷百废待举，发展甲中国的关系，并不是因优先爱处理的代志。学者嘛分析，方济各是上届积极改善甲中国关系的教宗，不过伫伊的任内，台湾甲梵蒂冈的关系嘛无受到影响，按算下来，双方的邦交会更加坚定。公视新闻台北报道。
天主教宗彭济国过身了后，什么人是新的教宗呢？梵蒂冈会伫咧教宗丧礼过后的15至20天内举行秘密会议，投票选出新教宗。外国媒体也拢伫咧要讲，什么人较有机会？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也证实讲，伊会含伊的太太则会出席教宗的丧礼。听到教宗方济各已经过身的消息，各多国外在年假最后一日，世界各地教徒拢去圣保多禄广场哀悼。那梵蒂冈犹太教、基督教甲伊斯兰教三教圣地耶路撒冷，邀真侪人伫圣保教堂点灯蜡烛致意。加沙地区也感念教宗伫过身前一日，也佫关心当地，佫呼吁以下赶紧停火。For more than 1 year and a half, daily, he called us pray for peace and to give the blessing for all Gazan people and for all the Palestinians. 在国界悼念教宗方济各的时阵，梵蒂冈也要启动系列包含瞻仰维雄、弥撒甲安葬者的代志。佮伫葬礼结束了后的2到3礼拜内，召开选举新教宗的秘密会议。根据定数，当日算票完成了后，那新教宗已经出来，梵蒂冈宗座宫殿内底西斯丁教堂就会为宴堂对外放白烟。那放的是乌烟，就表示投票结果无共识，还佫继续投票。回顾历史，选出新教宗的时间，有时阵敢若需要几点钟，啊，毋过也过几啊年。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目前新教宗的接班人选户作风不实，捌甲方济各冲突过，72回上映历程，初期主教爱多。甲作风伫进步甲保守之间的德中派，现今教廷国不轻的意大利籍红衣主教帕洛林，也个67岁菲律宾人的红衣主教塔格莱，那伊当选会加做亚洲第一位教宗，甲第一位为非洲撒哈拉南平来结盟竞选，大力倡导气候变迁甲经济正义的76岁加纳籍红衣主教图克森。各国领袖也拢表达对教宗的哀悼。过去捌甲方济各因为政治甲价值观无同，产生真侪摆冲突的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伊会甲夫人梅兰妮亚斗阵参加丧礼。I just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putting the flags of our country, all of them, all federal flags, and state flag at half-mast in honor of Pope Francis. So he was a good man, worked hard, he loved the world, and it's an honor to do that. 根据了解，方济各因为不满川普移民政策，伫生前要批评川普，将非法因公司犯罪大规模赶走移民，即将被迫下迫害的弱势族群，削弱规划无助的境地。川普向作为宗教领袖撒起伊的个人信仰，是互人见笑行为来反击。公司新闻新闻被评价。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咧社群媒体批评联准会主席鲍尼，要求对方爱随降息，却引起资金刷走情形。有专家是认为讲，若准美国顺利降息，唔但会当降低企业用资的成本，佫会当降低政府机制成本。对外呢，会当有关产业出口竞争力，也若对内会当降低美国家庭贷款的压力。认为这是对顶关税政策的补救措施。美国总统川普日甲炮火个对准联准会主席鲍尔，伫社群媒体大骂对方应该随降利息，无得考虑互伊官无法度做。佮警告讲，联准会若无爱较紧降利息，美国的经济有可能爱面对放慢的局面。川普真日急要随降利息，专家是分析讲，和对顶关税政策是真有关系。因为降息的因素呢，会导致所谓的货币进行一个贬值。那对于美国现在主要说希望能够拓展它的出口业，贬值货币的方式来促进这样的趋势。专家分析，关税政策是造成美国的经济规个乱起，股市会起码大落。那顺利降利息，对美国总体经济效果，就包括促进资金的流动，互国较侪现金投入来救股市，最好降低美债利率来降低经济成本。美金落达，会当促进美国出口贸易来补贸易逆差。贷款的负担很重，那物价上升呢，又让那个家庭的负担在增加。好，那在股票市场如果赔了钱，好，那对家庭经济来讲又是雪上加霜。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联储会可以降息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减少家庭
经济的负担。经济学家是分析讲，降利息会当补救对顶关税引起的负面的效应，佫会当消透美国普通家庭的贷款。不过降利息都有通膨的风险嘛，未当外管。美国总统川普想要影响联准会决策的做法，和投资人的信心，佫一摆受到打击。我们都很密切的在注意这个国际金融情势的一个变动哈，包括股市、债市、汇市的变动对。这个保险业财务的影响。日台股开低18990点，盘中本地有扭转来，但是后壁对电子股开始落，收盘是18793点，中场落312点。台积电收盘嘛，伫咧上价816块，市值是21.16兆。不过含台股大落比起来，台票的部分日收盘是伫咧32.498块，落3.8分，高回相杀。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这波确定性是真悬。行政院核定的880亿支持方案，拍算要降低申请标准，按算24年会提出到特别条例草案。不过业者是认为讲，这美国的关税对第二季影响较小，但是后半年就真歹讲。因应美国关税，行政院核定880亿支持咱国出口供应链。包括调整目前融资利息减码，有1.2万间企业有希望受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更广为，让所有的实际受到冲击的厂商加速能够扩增，所以也调增了一些补助的上限。我们礼拜四会提出一个特别条例。行政院长杜阳台表示，会将出国家上大利益甲美国协商，这礼拜四会提出相关特别条例，向民众说明补助内容。只是目前关税政策中，半导体等产业还未公布细节，市场关心国内产业安怎应用。怎么样把台湾的产业链建起来？所以自主化产业链才是重要。就不管关税怎么打，我们还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产业链。过去包括半导体、显示甲能源等领域的台湾，甲太空科技董事长陈来佐认为关税改变过去游戏规则，打造自主化产业链是关键。自主发展被动元件甲电源模组研发的乾坤科技董事长刘春条是认为，就算客户要求增加东南亚的制造，对降低关税冲击帮助也不大。第二季我觉得是影响比较小，那下半年就非常难以预测。面对美国关税挑战，有专家认为企业爱做策略规划甲调整。第二来，企业爱诊断现有交易模式，敢是受关税影响，长期注重重新检视进口、报关介绍，进行成本拆分，优化税负结构。最后爱开拓非美市场，减少对单一市场的挖苦。有一些产品可能要思考有没有其他的新兴国家或者其他的市场可以稍微分散一下火力，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假设我真的卖不进美国的情况之下，或者太昂贵的情况之下，我要先去找其他替代方案。专家分析，那台湾产业想要前进美国，就要考虑制造产能，但是已经高度自动化，这当避免人工甲成本相关的问题。毕竟受到关税冲击，利润低，任何节省拢是节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是世界地球日，这环保团体连续22年去到总统府和总统见面，提出建言。总统赖清德表示讲，这天然气等能源是刷落来和美国对等关税谈判的重点，希望大家来支持。因为针对到核能，伊也表示讲，不管是新的核能技术，或者是演役的政策改变，拢必须爱满足到这核安核废共识这3项，才会当来进行。世界地球日，总统赖清德伫府内接见环团，出现了后，甲代表伊握手问好。赖总统致辞了后，展开各项环境议题讨论。针对最近核能演役议题，赖总统各指出表示，要建构多元有韧性的能源体系，无排除任何对净零的方案有帮助。对新核能保持开放态度，若要政策变更，要满足3个前提。任何的政策变更都必须满足核安、核废、社会公识3个重要的前提，才有可能进行。反核的环保联盟表示，台湾最后一台核能机组会伫5月17天起恢复加长，会如期达成。也毋过赖总统对核能的3个前提论述表示安慰，也毋过无完全满意。只能感到安慰了哈，他不能100%满意，因为以他总统的高位，要他马上就宣布不准延役哦，因为他也清楚，目前修法的主导权是在立法院。
对于欢喜讲过飞越家园毋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甲新竹白表示会当理解。他如果是作为一个政治上面攻防的说辞当然我可以接受。继续反对于推动四接积极有国安问题款团，是无得到满意的答案，也无啥震动总统希望大家会当支持，所以来进行对等关税谈判，对美国提关天然气等采购。碳排总量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会是大幅的上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疑虑，也值得继续往前观察的事情。这摆会面经过2点外钟，款团代表最后核证再生玻璃造成的玻璃杯，会中除了核能受关注，罗总统也强调，推动再生能源是国家重要的政策，绝对无容忍不肖分子，无管是什么人谋取利益，政府一定严法严办，绝对无原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4月19反共大游行，这台独旗啊、韩国旗同齐出现伫咧活动当中。早起呢，这台派团体和反共的这退休长官开记者会，宣示反共守法民主是捍卫台湾的共同精神。伊也呼吁讲，用这罢免人士的公民权利来守护台湾的民主体制。守护民主，蓝绿共识，守护民主。无分哪里，无分台派，也是反共体长斗阵开记者会，希望招民众做伙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这些公民组织罢免团体拢来到现场，因指出面对国民党和民众党，无论是在国会通过扩权法案、台预算，也是包围北检妨害司法程序等等，毋那是伤害台湾的民主制度，嘛增加中国侵略台湾的风险。因呼吁民众理性支持罢免行动，和无实质的立委落台。今天的对谈的基础是，大家源自于对这个土地、对我们后代子孙生命环境生存的热爱，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站出来。第二点，罢免的关键是给台湾人民信心。全台大罢免，就是公民非暴力反对中国侵略、渗透跟并吞战争的防卫战争了。那很高兴看到华独跟华统，能够看穿红统势力对台湾的危害。在场无论政治立场是啥，拢指出反共护台湾是上大的共识。事实上，顶礼拜六4月19日开道的拒绝统战大游行，现场毋那台独旗，也有国旗等等。长期在做社会观察的市民协会表示，这款切换拿列对立的现象，伫咧英国重大的政治集会从来捌出现过。因认为这嘛是社会面对统战威胁所激出来的危机感。咱台湾确实无应该搁继续用较早狭隘的迄个蓝绿来把大家对国家的制度的思考拢反的分做对立的现象。所以呢，伊所有的这个政策也好，口号也好，伊的目的拢是要甲你吞食所以呢，大家要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识，咱就了解讲其实中华民国跟台湾本身唔是对立的存在伊是一个整合的存在另外，在记者会顶头，台派团体和反共体长共同表示，说来要做伙合作，启动8场会谈，希望看世代、看背景，建立反共、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共识。伊嘛呼吁民众理性面对罢免，谴责对罢免团体做出骚扰和暴力威胁的行为。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嘉义南县国中顶礼拜4、拜5时阵呢，这1、2年的学生去进行着这童军的露营，老师甲学生呢，计共453个人去到高雄基山参加活动。想袂到拜1上课时阵呢，有真侪学生囡仔破病，而且拢请假，甚至有家长伫咧面册发文，讲一寡班级内部90个囡仔，也怀疑讲是露营造成群聚感染的。学生点出轨道顶的菜，讲要互家己的露营活动真有仪式感。17、18这2日，嘉义市某高中到高雄基山举行童军露营活动，不管是团体活动，也是营会暗会，学生拢积极参与。等去厝了后，学生煞陆续出现发烧无爽快症状，有家长伫面册社群提起，有的班级只有几个学生到学校上课，怀疑是露营区的人伤济，也是怀疑布棚规划有问题，造成群聚感染。应该不是故意的啦，那可能是跟现在的天气季节改变啦，那传染病比较多。嘉义市其他学校也有到那边去来进行童军露营的活动，那活动的状况跟本校都雷同。学校表示，到2日早起，全校无去学校学生大约55人，也伫咧清点，其中有偌济人参加过露营活动，初步怀疑是最近季节变化
造成流感群组感染。出国旅游的人数很多，而且近期气温的变化也很大，所以社区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流感的现象发生。嘉义市府提醒，社区游玩有流感出现几率，避免防传染，也是爱做好自我防护。学校也打算后手，搁加强学生的卫教观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要出国去呢，就要特别注意。疾管署有公布新增加一宗麻疹群聚事件，这机票个案是台北市一名20外岁女性，伊3月底去到越南旅游，回来到台湾了后发病，是等到第4届就医才来确诊的，而且伊有传染予查某同事，2个人的接触者扩列超过200人。因为咱台湾民众正爱去到越南观光，疾管署也要提醒民众去到遐就要特别注意。上北爆发麻疹群聚，疾管署顶礼拜公布新增加2例麻确诊病例，指标个案是台北市20外岁女性，3月底捌去越南岘港旅游，回国了后出现症状，第4摆去看医生才确诊。后续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新北市30外岁女性，也是指标个案的同事。特别注意是本土个案发病进前捌有大中活动史，虽然迄时阵无症状，毋过评估已有传染力，提醒民众爱注意。这是今年第4件麻疹群聚事件，相关接触的人有235人，爱监测到5月11日。这个个案它有呕吐的症状哦，所以有可能会让医师怀疑，或让这个个案以为是这个肠胃道的这个症状，所以比较没有去往这个麻疹的方向去想。疾管署统计，今年已用28例麻病例，其中11例是本土，另外17例是境外移入，拢是为越南来。本土加境外移入病例数双双创1年同期新高。疾管署表示，越南是国人旅游热点，不过最近麻疫情严重，所以提醒要去越南旅游的民众，等来台湾了后3礼拜，依然爱注意是否有相关症状，或先爱购地旅游史。他们先前的这个疫苗接种率，可能在那个受到 COVID 疫情的影响，接种率下滑，预期可能上半年还是会有一些持续的越南的麻疹疫情，导致我们有境外入的风险。疾管署警告，越南麻疫情最近1礼拜增加4700多例，加2例死亡。今年到4月中有7.6万例，大人重症数欠悬，呼吁家长若要带囡仔去麻流行区，在照时阵自公费麻疫苗，若无麻一回，佮无注疫苗，感染麻了后死亡率有2%。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越南和日本呢，拢是咱台湾人真爱去遐佚佗的国家。不过最近这2个国家的百日扫含这麻疹的疫情同日严重。疾管署指出，讲亲像日本百日扫的疫情呢，会当讲是这7年来上界严重的一届。就医生提醒讲，因为这百日扫的高风险族群是幼囡仔，建议除了做疫苗以外，若准去到这百日扫较严重的国家省，也爱特别注意。新冠疫情转好以后，到今出国旅游的人也是真侪。根据咱观光署的统计，2024年出国旅游的人次，甲2023年比起来增加42%。其中有不少民众介意到日本、韩国、东南亚佚佗。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台湾今年1月、2月去到日本和越南的旅游人次，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拢有增加。2025年1到2月，国人赴日本的旅游人次是达到1089985人，那相较2024年，同期成长了9.2%，赴越南的部分达到218721人，成长了13.5%。但是疾管署嘛提醒民众，最近百日扫和麻疹在日本和越南同日炭烧，其中台湾已经累积28个麻疹病例，有17个是对越南境外移入病例。目前越南也向疾管署列做旅游疫情2级的警示。另外百日扫的部分，今年国内已经累积4件百日扫家庭群聚案，拢总有11个病例。疾管署表示，这是6年来同期上侪。有医生表示，百日扫和一般感冒上无同的，就是影响到下呼吸道，其中幼儿是高风险族群。若是发现因造加影响困眠，甚至有哮鼓声，就要赶紧就医。那这些百日咳其实对小朋友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因为小朋友的呼吸道还是很狭窄，所以说对新生儿可能还是会有呼吸道可能有严重的肺炎之下那可能堵住呼吸道，会有窒息也会造成小朋友呢，他会有这种在亚洲的小朋友会有脑炎的可能，所以说对小朋友来说还是会有一些生命上的威胁。
疾管署强调，台湾附近的日本、韩国、中国等等百日扫疫情拢不遮严重。医生是表示讲，台湾算是百日扫预防政策做甲正谨慎的国家，建议家长爱互囡仔做完整的疫苗来预防。若是要带幼儿出国，也要特别注意因的身体状况。记者中国的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高雄有民众检举讲，这昨呢高雄爱河水规个变做是铺设，这高雄市环保局派人去稽查，则发现讲这个建商已经是第2摆违规啊。这摆呢，这环保局也准备要按照水务法加重裁罚，相关会当罚到300万。环保局的稽查画面翕到白色落落的水不断流向爱河水头。21下晡，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讲仁武地区的爱河水头若像有人偷排废水。稽查人员到场发现，是边的工地无将拖沙水处理好势，故在其放水流直接流入爱河。环保局讲，虽然目前初步检测水质无发现异常，不过因调查发现，这个建商伫去年9月份也捌偷排废水，去互环保局罚3万。这摆搁再犯，因会加重裁罚，相关会当罚300万。产生泥水未经妥善收集处理，一流污染爱河上游北污排水，违反水务法30条规定，除裁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外，并要求立即停止排放。对去年6月开始到今，仁武这个所在已经相继发生3件偷排建筑废水污染爱河的事件。附近居民讲，这几年建案一个接一个起，真正捌听讲有工地偷排废水，一定带带狗仔来这散步，嘛捌亲目睭看到白色、黄色的废水排入去爱河，互伊真烦恼，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我住遮4栋外，大概有建案吼，拢有迄排放废水的问题啊，白色、黄色拢有。鱼仔是无变啊，但是真正有看到迄乌龟类的，乌龟类的即马嘛较少啊。因为附近也有未少建案得起，为着要减少类似的事件搁发生，环保局强调，除了派人加强稽查以外，卖增减湿器进行追实监控，呼吁业者废水的处理爱照起工作，千万唔通贪方便到黑白母。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永昌报道。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台湾乡土本合作家吴声举办新册发表会，伊收集这40年来和树仔议题相关的诗文，希望讲会当将这本册呢提供给政府，当做这政策参考。伊也建议政府要爱针对着树仔设一个专职单位来管理，也个维护生态，也会当避免大概风台来的时阵呢，世界定出现这树仔乌白错或者是倒规变的情形。向每一张守护未来的树栽承诺，阮会用心看顾、亲密陪伴。这首和树仔约定是台湾乡土文学家吴声的心声，伊希望会当甲咱丰富的自然资源完整传予后一代。伫咧4月22世界地球日即天，吴声举办新册发表会，新册就号做《爱树无可取代》，收录伊这40档来和种树相关的诗文。总统伊成立气候变迁委员会，所以我咧想讲，安尼我就是顺这个时阵，我拄好完成着这本和台湾种树啊种种的问题提出真济具体的建言。这本新书《爱树无可取代》，其实收录老师将近40多年的这个文章，从1982年一直到2025年。另外，吴声嘛针对种树仔的议题，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亲像建摆若拄着风台，台湾城市树仔跌倒规片。吴声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认为政府应该设一个相关的专职单位来管理，因为目前台湾树仔土地管理权并无清楚，多数拢是请外包的工程来处理。建议讲，咱一定要成立一个比如类似新加坡。新加坡伊所有的绿化植栽拢是迄个做国家公园管理局比如刚才我听咧讲，就讲整阮一个溪州乡10外个单位。吴声讲，台湾目前有一个现象，大家树仔乱种，而且乌白错。除了建议国家爱设一个专职单位以外，伊也建议政府爱针对树木设一个相关的法则，若是歹意对待树仔，拢爱受罚，才会当确实改善即马台湾树仔的乱象。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政府鼓励妇女呢2度就业，但是有一寡妇人人因为年纪、学历等等原因，找头路的过程遇到真侪困难。这中华梦想馆呢，就甲这各团合作，甲妇女2度就业的减酸苦症写做歌，希望透过歌曲鼓励大家唔惊艰苦，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
伫舞台顶自信咧唱歌，写的是家己的故事。中华梦想馆甲集团合作，培力妇女创作歌曲，用台语写出二度就业的心情。参与写歌的张美玉就讲，过去册读无悬，即阵歹找头路，所以搁再进修读册，嘛希望透过歌曲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拢是阮家己亲手做出来。我选的迄句话啊，就是讲。行过千里路啊，拄过万种人啊，阮的梦想呢，拢袂停，会坚持到底。迄就是足像咧讲我的人生。伫咱人生过程中有足侪所在，足侪时间拢需要有人甲你斗支持、斗陪伴。尤其这条歌唱出来是，互人有心内的温暖。这场音乐会除了创作歌曲，坚持咱的梦想，集团阁安排其他甲性别议题相关的歌曲，有家后、玫瑰少年等等，有咧探讨女性嫁人了后的心情，嘛有讨论多元性别族群的歌。性别不是只有就是二元论，而是我们的各种性别，然后甚至是对于自己的性别有怀疑的声音的人，对我们都能够尊重他们不一样的想法和声音。在彰化吼，其实性别这个议题。并不是大家有法度就自然去讲这个话题吼，想说借由歌曲，看是不是会使更较紧，会使拍入人的心内，然后让人对性别这个议题较有一寡印象甲观点安尼。主办单位表示，因过去就办过展览、市集，佮有搬戏这个活动，让大众了解性别平等甲妇女权益的议题。这边的音乐会佮有邀请亲人参加，希望无共年纪甲族群的人，拢会当做伙讨论，营造互相尊重的社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天文协会为着要推广这天文教育，利福市内南潭国小的天文台设备举办亲子天文教育。这课程唔但有手作课程，而且佫有带这大人囡仔用这千里镜来观察到天文，希望透过实际体验，加深囡仔学习的印象也佫兴趣。看得到。家长配合台顶老师的指示，教囡仔做伙手工来做千里镜，要透过手做的过程，互因知影千里镜的原理。这是嘉义市天文协会举办亲子天文的课程，要互家长甲囡仔做伙学习天文知识。咱透过这个课程的安排，互咱的囡仔甲家长了解到天文知识，以后因就会当产生一寡兴趣，所以也是咱协会来推广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目的，互更加多的人会当。对天文有兴趣，除了动手做物件，协会佫带因来到楼尾顶，唔但使用观察天文的千里镜，佫去南潭国小的天文台用专业的设备观察天文。参加的家长就表示，这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机会。之前拢唔捌看过迄个望远镜啊，所以因会当透过这个活动，然后第一次就是接触这个望远镜的物件，会当，互因感觉做很新鲜安尼。阮家己带囡仔出去吼，无这个设备甲这个知识，他教囡仔，然后学校会当办安尼活动，互阮有亲子互动的时间，啊，佫会使互囡仔。学到很多天文的专业的知识。天文协会表示，自2020家己伫宽实了后，真侪家庭甲囡仔产生对天文的兴趣。透过学校设备甲市政府的支持，互嘉义市的天文教育会当伫专业的教育环境，提供上课的家庭有完整的学习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苏格兰台湾协会即摆替囡仔专门开发一种学台语的 App， 透过这插图声音，也有游戏的互动方式，会当互囡仔哪算哪学，建立着自然的语感。因也希望讲呢，这台语会当真做囡仔开喙就会当讲的无记。古做插图配台语发音，囡仔爱经正确的语词，嘛有人挑战罗马拼音的关卡，大家算甲欢头喜面。这款专门为幼囡仔设计的学台语 App， 由苏格兰台湾协会会长 Jenny 出钱，找工程师来开发，要互囡仔对播音、注音先学起，兼配合插图声音，要豆豆啊建立囡仔的语感。这一说出来，家长囡仔反应拢真好。会使互咱教着足侪物件的台语的。符合有图啊，嘛是有为迄个简单的开始。这个播音跟注音学了，阮就是用简单的插图来教一寡生活当中的一寡动物啊、食物啊，嘛是结合着咱之前有迄本幼囡仔的台语字。嘿，内底插图，安尼做伙来甲伊online安尼，真正是世界第一个，互幼囡仔来学
台语的 app。当文如讲，市面上多数的台语 app 拢是设计给大人用，对囡仔来讲较无互动性。这回特别针对囡仔来打造，要提升因的学习动机。新台文系教授讲，学台语唔单单靠课本、声音、语气、参语感，拢真重要。台语的书写吼，是伫台湾拢无互人重视的啊，啊，不过其实这都重要。较细汉的幼囡仔拢会使来接触。啊嘛，足简单，安尼就去用这个 app， 安尼未来囡仔若会晓做，啊，台语就变做较简单。苏吉兰台湾协会会长表示，初期因会先开放予家长免费下载，未来 app 会阁增加多元的单元，结合歌曲甲影片，提供囡仔更较侪接触母语的机会。因嘛毋望囡仔哪算哪学，会当自然建立语感，嘛通成做家庭共学的工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汤圆新竹对23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传统语曲内底查甫演查某，会讲是花旦还是牵旦咧？是花旦还是牵旦咧？来，好来，你牵旦。哦，你知影呢？因为我有听。